咱先来看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进前伫电视节目讲到，透过手机定位，会当分析地理反映外口民众的特性，引起各自的争议。早起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邀请 NCC 数位发展部等单位来报告。NCC 的主委陈耀雄是强调讲，三大电信业者无提供资料。数发部的部长黄彦兰嘛指出讲，技术上是做会到，也毋过是实际上要串联这些资料是真困难。反对推动国会改革5法的青鸟行动，是啥袂少民众来参与。不过，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就一日伫节目顶讲，会当用手机定位分析立法院外口民众的告知。这个话题持续引起关注，嘛加做立法院调查攻防的重点。大用国家机器来去监控我们全体的人民，资料的串接是都有在散布在各系统，当然可行，但是会相当的，所以这个技术是可行的，但是会相当困难，因为要串接很多系统。那事实上每个系统是独立的。针对这一次的青鸟行动，有没有进行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数据的一个掌握呢？那三大业者到会做行政调查的时候，就表明他们并没有提供给任何的这些所谓特定人士、政党也好，或是企业也好这些相关的资料。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就数发部甲 NCC 等等的单位，针对国家机器用手机定位分析民众各自特性等等的方式，侵犯人民的权益，进行专案报告。NCC 主委陈耀雄指出，根据报告，三大电信业者拢无提供资料。中华电信董事长嘛回应讲，并无提供相关当地分析的资讯。519、521、524、528这几场大型的集会游行，有没有任何单位来跟中华电信申请了手机的这个电信心灵资料？没有，政党相关的集会游行相关的活动，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析。我正式跟你检举，是这个假新闻。你要怎么处理？我们可以不可以处理？我们依法定程序处理哈。这个如果说委员已经检举，我们本身好，我正式检举哦。有没有落实事实查证这个部分，我们去处理。NCC 指出，已经接到相关内容的申诉，会依法来处理。在所有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，电信业者提供去识别化大数据资料分析，都要确保无法度直接或者是间接识别出特定个人的资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